学台语真心惜，文录音阿嘉。婴仔圆圆困，一暝大一寸。婴仔圆圆惜，一暝大一笑。自细汉，阮阿母唱的摇囡仔歌，我上爱听。这是我有记忆以来头一摆感受到阿母的话，为阿母的嘴所唱出来囡仔歌是这么好听，互我感觉温暖佮亲切。阮爸母教囝的观念真特别，无对别人得施行，爱互囡仔先学 ABC， 颠倒爱阮先会晓讲台语，因为伊是我的母语。伫厝里，我拢对阿爸阿母在讲台语，讲甲真惯势，所以甲阿公阿嬷开讲拢免烦恼，毋惊祖孙仔的感情会拍歹去。虽讲我的台语讲甲真练达，毋过伫早前，我对台语的认识真有限。后来因为本土文化受重视，所以逐礼拜学校会安排一节母语课。我到今才知影，台语真有内涵，袂输一块真有肥底的田园，包山包海，精彩佮澎湃。会记得老师捌教阮念半喙音，和尚弄破鼓，摕裤来补鼓，鼓破裤补，裤破布补，毋知是补补裤，还是裤补鼓。一开始，大家拢听甲雾煞煞，念甲哩哩啦啦。我嘛试读几若摆，读甲喙齿甲喙齿，讲话变大字，字书全班笑嗨嗨，实在真好耍。我嘛真爱日客仔话，毋通掠做这无水准哦。其实机关拢藏伫内底，真有意思呢。若有小朋友表现了袂歹，老师就会甲学生学了，真正乌干仔底豆油，互人看袂出。搁有听雷，就是表示听无啦。若是要形容人无分场，就讲12月天困厝顶，冻霜。我实在想袂到，古早人哪会遐尔巧，讲话遐尔敖，亲像鸟鼠无洗身躯，实在有够趣味的啦。也有韵佮倒句的俗谚语，内底有济济祖先的智慧。我若加读一句，就加学着一项。比如，若有学生无爱读册，老师就会苦劝讲：少年未晓想，食老毋正样。佮定定提醒阮爱有感恩的心，因为食果子拜树头，食米饭敬田头。老师嘛再三强调，千万袂使做歹代志，因为额头三笑有神明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佮用一枝草，一点露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来鼓励阮，甲食苦当作食补，只要认真打拼，总有出头天的一天。学台语有影真心惜，所以我上爱我的母语。人讲
鱼趁钱，人趁钱。我要把握青春少年时，好好学习学透机。希望以后我毋但会晓讲，阁有法度页笔来写，甲母语的水传承落去，互伊定根生炭。对我来讲，这是人生当中一件上介有意义的代志。